小伙伴们好呀！这是边境新模式特邀探索戒备4级第1张图的第3关熔炉3星图。这个关卡给1个中甲，所以我们打这个关卡。我们上阵了肖尼、弗雷基塔、古兹曼、露西亚、赛文。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通关思路和通关后的奖励选择，仅供参考。理论上可以抄思路，不做详细讲解。我们这里会提供边境新模式特邀探索戒备4级整个难度的通关参考。理论上戒备0到3级的也可以参考，因为低级的关卡属性会低一点，会更好打一点。是你美麗如詩，像野心的天使，人間發現純真的意義，你已是我所思。為何還流動在心扉？日後只想抱着你，仍無懼是落差26000里。就算在三臂下方都絕地，這愛仍然不死。我要共你一起，凡塵裏原是沒先知，並沒把握你願意，忘懷萬丈夜空在地上奔馳，是你的聲音在訴說幸運，我盼望你歡心，你延續了這段情史，能否聽多一次？是我剩下0分，沒什麼的可能，情感已被回收幾百分，我也無要攀登。為何還流動在心扉？日後只想抱着你，仍無懼是落差26000里。就算在三臂下方都絕地，這愛仍然不死。我要共你一起，凡塵裏原是沒先知，並沒把握你願意，忘懷萬丈夜空在地上奔馳，是你的聲音在訴說幸運，我盼望你歡心，你延續了這段情史，能否聽多一次？孩子喜歡傻笑。原諒我極像孩子，夢晚般的蠢事，從天跌落凡間的故事，似已
開始，是你美麗如詩，將野心的天使，人間發現純真的意義，你已是我所思，為何還流動在心扉？日後只想抱着你，仍無懼是落差26000里。就算在山尾下方都絕地，這愛仍然不死。我要共你一起，凡塵裏原是沒先知，並沒把握你願意，忘懷萬丈夜空在地上奔馳，是你的聲音在訴說幸運，我盼望你歡心，你延續了這段情史，能否聽多一次？謝謝觀看，謝謝點讚，我們下次再見。